好高興能夠從傑弗遜維爾向你問好，並讀出來自伯南漢會堂已經聚集一起嘅信。今日係2025年3月29日，星期六。親愛嘅屬靈夏娃，讓我以神嘅原子彈開始我今日嘅信，唔係點易來福槍，係耶穌基督新婦嘅原子彈。而家如果你想將佢哋寫落嚟，當然你哋都知道佢哋。耶穌，約翰福音14章12節，約珥書第2章38節，保羅提摩太後書第3章，馬拉基書第4章，啟示者約翰啟示錄10章17節1至17節，睇下呢個就係正要發生嘅事情，注意同埋警告。如果你相信阿比嘅引文唔適合你，引言，我哋太看重神嘅先知啦。如果你只聽先知嘅話，你就唔能夠成為新婦。喺教會裏邊播放錄音帶係唔啱嘅，嗰句已經傳遞。今日最重要嘅係聆聽事工，而同時按播放掣嘅就係宗派。對教會嚟講，道係啲乜嘢呢？係道成肉身嘅神，再次喺佢嘅子民中間成了肉身，睇到嗎？卡嘣，按下播放鍵，我哋就能夠聽到道成肉身嘅道。喺神啟示佢嘅道嘅時候，與我哋耳語。有人會講，呢一個唔係你能夠聽到最重要嘅聲音嗎？呢一段引言係俾你嘅，佢哋就係唔相信。主俾我哋關於佢嘅道同埋我哋身份嘅啟示越多，啟示以外嘅人就越遠離我哋。等我講出嚟，真嘅，咁樣佢就會往下沉。我希望你能夠明白，呢一個就係你今日嘅問題。你哋唔知道神嘅道，明白嗎？神已經膏抹咗來傳講呢一個信息，但只有一個絕對，神嘅道。當你聽到牧師或者任何人講話嘅時候，你必須有信心，相信佢哋所講嘅正是神嘅先知所講嘅。佢哋嘅話，佢哋嘅啟示，佢哋嘅解釋可能會失敗，但係錄音帶中神嘅聲音永遠唔會失敗。按下播放鍵，簡單地談論神。神再講一次，佢哋錯過咗神，錯過咗神喺肉身顯現嘅活動，錯過咗神所應許嘅道。呢個道應許咗做呢啲事情，應許咗末世會係咁嘅樣。聽神嘅雷聲，雷聲就係神嘅聲音。威廉·瑪利安·伯南漢係神俾呢個世代嘅聲音。新婦仲未復興，睇到嗎？嗰度仲未復興，仲未有神嘅彰顯嘅激動嘅新婦，睇到嗎？我哋正在尋找，需要呢7個不知名嘅雷聲嚟到再次喚醒新婦。睇下，神會派嚟，佢答應咗。睇住。如果你喜歡，你可以扭曲呢一個道，但係7雷將會俾新婦啟示同埋被喚醒嘅信心。只有聖靈透過神嘅先知說話，佢而家就喺世界各地發生。神以佢嘅道刺激佢嘅新婦。不僅如此，神已經告訴我哋嘅敵人應該做啲乜嘢。你嘅手唔要碰觸佢哋，佢哋知道要去邊一度，因為佢哋係用我嘅油膏抹，佢哋被我嘅油膏抹，
就有喜樂嘅酒，因為佢哋知道我嘅應許。我叫佢哋復活，唔要傷害佢哋，唔要去搞亂佢哋。神已經告訴我哋嘅敵人，讓佢哋嘅惡手離開我哋遠一點。但係疾病還是會攻擊我哋嗎？是的。我哋仍然有問題嗎？是的。但神亦都告訴我哋應該點樣去做。呢一個好深奧，慢慢讀，一篇又一篇地去讀。喺一個道之前係一個思想，而思想必須被創造出嚟。好的，所以當神嘅思想被講出嚟嘅時候，就會變成創造。當佢以思想嘅方式呈現喺你面前嘅時候，神嘅思想就會顯明喺你面前。然後喺你講出嚟之前，佢仍然係一個思想。當佢嘅思想被講出嚟嘅時候，佢嘅思想就會變成創造。然後佢嘅思想以道嘅形式呈現喺我哋，顯明俾我哋。而家喺我哋講出嚟之前，佢仍然係我哋嘅思想，所以我哋要講出嚟，並且相信佢。我係亞拉伯漢嘅皇族後裔，我係基督嘅新婦。喺創世之前，我已被揀選，被預定為佢神嘅新婦。冇任何嘅事情能夠改變呢一點。聖經中嘅每一個應許都係我嘅，呢個係神對我講嘅話。我係呢一個應許嘅承繼人。神係醫治我一切疾病嘅主神。我所需要嘅都係我嘅。係神講嘅。神在簡易之中，信心從聽而來，從道而來。道臨到先知，每一個人都想用引言嚟到證明佢哋嘅想法、佢哋嘅主意、佢哋嘅信息，佢哋係啱嘅。我亦都係。呢一個就係點解我俾你哋都係用引言嚟到話俾我知，留喺錄音帶中，聆聽呢一個聲音。呢個聲音就係神嘅聲音。你必須相信錄音帶上每一句話語，而唔係其他人嘅話。嗰一個聲音係你必須聽到最重要嘅聲音。其他人用隱語將你帶到佢哋嘅事工、佢哋嘅教會、佢哋嘅解釋、佢哋嘅啟示，跟你嘅牧師喺埋一齊。我亦都喜歡呢一句，因為我哋亦都係，只係牧師唔同嘅。佢唔係海灘上唯一嘅鵝卵石。佢從來冇講過要喺教會裏播放錄音帶，唔要加入個人對呢個道嘅注釋。佢要嘅係純正嘅，唔含雜質嘅，甚至係調情嘅。我唔希望我嘅妻子同其他男人調情。當你聽任何嘅原因，除此之外，你再聽，你就與撒旦調情。阿門。你唔覺得自己好虔誠嗎？神要你保持純潔，與神嘅道保持一致，跟佢喺埋一齊。好的。至於我同埋我嘅家人，我會按下播放鍵，跟隨神透過佢嘅第7位天使使者所講嘅道成肉身嘅話。我唔會加入我哋個人對佢嘅注釋。我哋唔會調情或者聽任何嘅推理。我哋將與神嘅道保持一致，正如聽錄音帶上面所講嘅道。呢個就係神在簡易之中。傑弗遜維爾時間，本週日中午12點，我哋將聽到何等榮耀嘅時刻。第3印錄音帶編號63長橫0320。我想邀請你加入我哋，一齊圍繞今天嘅道。約瑟伯南漢弟兄。在聽信息之前要讀嘅經文有聖馬太福音25章3至4節，聖約翰福音1章1節，
聖約翰福音1章14節，聖約翰福音14章12節，聖約翰福音17章17節，使徒行傳第2章全章，提摩太前書3章16節，希伯來書第4章12節，希伯來書第13章8節，約翰一書5章7節，利未記8章12節，耶利米書第32章全章，約珥書第2章28節，撒迦利亞書第4章12節。讓我藉此機會再次說明，我唔反對五重事工，我相信五重嘅侍奉，我唔覺得聽牧師嘅話係錯嘅，我相信你應該聽神所安排嘅牧師嘅話。我嘅觀點係，我相信神喺我哋呢一個時代差遣咗一位先知，神將佢嘅道啟示俾佢嘅先知。我可以係錯嘅，你嘅牧師亦都可以係錯嘅，但我哋必須同意，如果我哋說我哋相信呢一個信息係真理，伯南翰弟兄就係神嘅先知，錄音帶上所講嘅都係主如此說。如果你唔相信呢一點，咁樣你就唔相信呢一個信息。因此，我相信呢一個係你必須聽到最重要嘅聲音。你唔一定要聽我嘅，亦都唔一定要聽其他人嘅，但你一定要聽錄音帶上邊嘅聲音。約瑟伯南翰弟兄嘅信到此為止。經文會喺 YouTube 影片中讀出，請務必讚好、訂閱並按下鐘仔，接收通知。www.bethlehemtabernacle.org 與其他語言 www.svfellowship.info 記得註冊並直接接收約瑟伯南翰弟兄嘅每項公告。www.bethlehemtabernacle.org/en/WhatsApp。下次再見，願神賜福你，願你平安。